接下来关心立委选区的部分，继续来看高雄市。高雄市第5选区包括鼓山、羊肠、旗津、三民市区也都系响应民进党立委关闭连同国民党前首届前行政院南埔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罗世雄这个对上2-3年如系客家时代，上届立委选战关闭连让罗世雄2100人票，也拜也听说会系一场激战。一家一家去行，坚持要卡到每一个县民嘅数，如果能热诚嘅服务留本县民好印象，本民进党是要立委关闭连有连任嘅优势。因为咧关闭连啊，做那个基层服务啊最勤奋啦。过来咧，他以从个上台到那个问政的时啊，礼貌啊亲和。好的，重点的，谢谢你啊，拜托好，拜托好。亲切嘅问候，诚恳嘅态度，再加上先前台行政院南部中心组织行长嘅表现，你国民党提名嘅立委候选人罗世雄加分唔会少。人几多些，人也生个唔会难。人都讲他讲讲支持罗世雄，人都讲人唔会难嘛，人都讲他该来支持伊。人可以做乜嘅，又会同人做乜嘅。客家乡亲大家好，我是客家子弟罗世雄。打出客家子弟嘅旗号产线，罗世雄提出由政府成立客语安亲班，本也爱旅游社条嘅声音呢，有嗰度好客化嘅环境同机会。一方面是现代都会区父母的需求，二方面也可以让他们在整个安亲班的时候，也可以来接触很自然而然的就接触到我们的客语的文化跟客语的语言。享有客家式嘅背景，关闭连主动推动国家语言发展法，本客语成为官方嘅语言，能做得确定客家文化受到尊重同保障。公务机关就会拼抢考试来拼抢那个客家人入去那个公务机关来服务来单一窗口用客家话单一窗口来服务客家那个乡亲安尼关于其他倾向嘅诉求，外边连任嘅关闭连指出，长期以来政府嘅政策从不倾难。故说，既要入到国会嘅经济委员会，你高雄整体各度嘅资源，罗世雄都主张将高雄港规划做自由贸易专区，来吸引关内外各度嘅资金投入，带动高雄嘅经济发展。礼拜毛讲亲有力量嘅高雄嘅立法委员体经济委员会所以高雄嘅产业就业产业就毛讲极多嘅资源啦让高雄港以这样的一个竞争力，带动更多的国外的外资以及本国的财团企业来进一步来投资高雄。高雄市立委第5选区包括旗津、鼓山、盐场同三民市区，民进党是关闭连同国民党的罗世雄第2摆对决，关闭连上摆抢赢到2100人票，也拜罗世雄再一摆来挑战，双方面一天又系一场激烈的宣战。客家新闻陈文林高雄报道。